其實裝修嘅灰唔係普通嘅塵，佢係由水泥嘅微粒、石膏粉、木碎、油漆殘留物組成，粒子極細，可以漂浮喺空氣中幾個鐘。而呢啲微塵一旦黏埋靜電，就會緊貼表面。你抹一次，好似乾淨晒，但其實啲灰已經重新分佈喺空氣入邊。所以越抹越灰，呢個唔係錯覺。而要真正咁清走裝修嘅灰，係需要由上而下乾濕分層咁清潔，先吸再抹，最後先至過一過濕布，咁樣先至能夠有效咁樣清走。如果你準備裝修，記得一定要叫裝修師傅幫手做一做粗清，咁樣大清一次，到你去接手去清潔嗰時就會高效好多㗎喇。